瑞聲遭沽空機構追擊，質疑公司隱瞞不合格供應商供應零件俾蘋果公司，令毛利遠高過同業，甚至較蘋果更高，預言股價將會大跌一半。瑞聲回應話，毛利水平真確，正研究相關指控。鄭朗晴報道。舊年年底晉身藍籌，市值過千億，為蘋果供應零件嘅瑞聲惹嚟沽空機構追擊。沽空機構 Gotham City 發表報告，質疑公司利用超過20間冇披露嘅關聯公司虛構盈利，又發現至少20間同行政總裁家族或者其他僱員有關嘅供應商，並唔係喺蘋果認可名單之內。報告質疑公司生產程序違反蘋果規定，相信經查證之後，瑞聲嘅高毛利唔可以維持。報告列舉瑞聲過去3年毛利率維持喺2成6水平，甚至比蘋果大約2成2更加高。相信公司利用上述隱藏實體，避開蘋果喺供應商守則之中列明嘅勞工要求。重新遵守相關規定之後，瑞聲嘅成本將會增加，令到毛利回落去到同業水平。報告預言瑞聲嘅股價將會跌到40至到50蚊水平。瑞聲回應話，公司毛利水平真確，強調所有帳目都經過核數師核實。公司係要詳細咁睇清楚，究竟佢有冇一啲真憑實據，或者佢講嘅理論係咩？原來我都冇睇到，唔清楚係咩嘅一個指或者指控啊。但係公司嘅毛利呢，過往嗰10年呢，都已經係一個最好嘅一個證明呢，同埋我哋有充分嘅核數報告呢，由香港嘅德勤會計師呢，對公司嘅財務表現呢，作出一個認證。瑞聲盈利喺2014年倒退之後，連續2年有增長，舊年升近3成，係蘋果手機零件供應商之一，主要係生產喇叭同埋手機螢幕嘅觸控馬達。預期下半年推出新款手機，公司將會受惠。有線電視記者鄭朗晴報道。